凭着演出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一炮而红的27岁男星王大陆，近年来将演艺事业重心放在大陆。日前，他被直击现身台北酒吧，和一群演艺圈好友喝酒聚会，不知是否喝多了。王大陆后来发现跟拍的狗仔及酒意做出一连串发酒疯的举动。包括强拿记者的摄影器材和手机，还开玩笑呛声打我妈，叫警察啊，行为失控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王大陆19日深夜现身台北夜店狂欢，现场还有王柏杰、张孝全、苏建信及赌王千金和超联等友人。随后，王大陆发现有狗仔跟拍，瞬间变脸。先是坐上计程车左弯右绕，和狗仔玩你追我跑的游戏，后来开到死巷无路可走。他和郑元畅、王柏杰尴尬下车，郑元畅和王柏杰随后先行离开，独留王大陆。王大陆直接杠上狗仔，先是趴在记者车窗上要求载我，还表示不要拍我好不好？上车后又接连拿走记者的手机和 DV 等器材，再溜下车呛声打我骂，叫警察啊！他声称要把记者拍下的照片用微信传给女朋友，随后又动手删除 DV 里拍摄的档案，行为明显失控。